各位網友早晨啊，我係鄺俊宇，今日係2025年11月4號禮拜二啊。今次同各位網友一齊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時事熱話。咁我先講講呢，據報啊，沙田寶福山呢，咁有多個嘅名人嘅骨灰呢，咁啊疑似俾人偷走咗噶。咁啊當中包括呢劉家良師傅嘅骨灰呢，都俾人偷走。咁啊有呢翁靜晶、阿翁大俠證實咗相關消息噶，係點樣嘅情況呢？同各位一齊講講。咁啊，另一邊亦都講講呢各大嘅消息喎。咁啊，據報啊，再多一宗本地感染機孔很亞熱噶。咁啊，據報呢有多達1500戶呢係有感染嘅風險喎。係點樣嘅消息呢？同各位一齊了解。咁啊，另外亦都講講香港各大最新嘅時事熱話。講落去之前記得撳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嘅頻道，睇廣告越長係對鄺仔最大嘅支持啊！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事不宜遲，先睇睇呢一則最新消息。根據香港01嘅報導，咁啊據報啊，沙田寶福山多宗名人骨灰被盜，咁啊翁靜晶證實啊，包括佢嘅先夫劉家良師傅嘅骨灰呢，都俾人偷走咗。內文提到01獲悉，沙田寶福山早前發生呢多宗名人骨灰俾人偷走嘅事件，被盜走骨灰嘅包括已故著名武術指導兼導演劉家良嘅骨灰，咁啊仲有部分富豪家族嘅骨灰。據知有部分被盜骨灰嘅名人嘅遺屬呢，係收到勒索嘅電話。咁啊01獲得部分嘅照片，可以清晰見到被盜空咗嘅骨灰龕位，咁啊更加有被盜走骨灰盒嘅照片噶。咁啊劉家良遺孀翁靜晶律師禮拜一11月3號夜晚喺佢嘅網上節目亦都承認啊，8月下旬呢係獲得警方嘅電話，獲告知劉家良師傅位於寶福山嘅骨灰被偷走。咁啊，匪徒咧更加傳嚟啊，被盜骨灰盒嘅照片，咁啊企圖咧要挾咧係要俾贖金噶，不過就被警方攔截。咁啊，翁靜晶喺節目當中表示，據了解，咁啊除咗劉師傅嘅骨灰之外，都有其他名人呢位於寶福山嘅骨灰被偷走，咁啊背後啊疑似涉及咧柬埔寨詐騙集團噶喎。咁啊當中01早前獲悉，沙田寶福山多宗名人骨灰被盜。咁啊！記者收到幾張係被盜骨灰情況嘅照片，咁有人宣稱呢係有犯罪集團啊盜取骨灰，並向先人嘅家屬呢係索取贖金㗎。根據記者掌握嘅情況，至少有3個先人嘅骨灰被偷走，包括已故嘅武術指導導演劉家良啊。咁啊01記者10月呢曾經到寶福山視察㗎，咁啊劉家良師傅嘅骨灰龕位從外觀睇呢並無異樣。咁另外咧，《星島日報》都有相關消息噶。咁啊，講緊咧劉家良嘅骨灰龕被盜啊。咁啊，翁靜晶呢係屢次揭咧佛教界嘅黑幕遭到報復勒索咁話。咁啊，內文提到啦，《星島頭條》獨家得悉，一個懷疑嚟自境外嘅盜竊骨灰集團，早前嚟到香港連環作案。咁啊喺沙田寶福山偷走咗劉家良嘅骨灰，咁啊仲有部分名人富豪嘅骨灰。咁啊，部分先人嘅家屬咧就已經收到勒索巨款嘅電話。咁啊，據知警方咧已經接獲報警並拘捕咗1個人。咁啊，正在咧追查餘黨嘅下落。咁啊，曾經揭發咧食肉和尚等事件嘅佛門女俠翁靜晶表示，先夫劉家良嘅骨灰被盜過後咧，佢已經表明咧係不會支付任何贖金。又話近期一直遭到咧網絡欺凌啊，包括誣蔑佢陷害得道高僧。咁啊！有人更加咧多次宣稱係會對劉家良咧掘墓鞭屍，懷疑過往因為接連揭露佛教界嘅黑幕得罪咗人啊，咁啊結果遭遇連串陰險嘅報復行動。咁啊消息透露話，嚟自內地或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嘅盜竊骨灰集團，今年年中係喺香港沙田寶福山盜竊多位已故名人富豪嘅骨灰，部分先人嘅家屬就已經收到勒索電話。當中有人呢係被要求交出幾千萬元嘅巨款嚟贖回骨灰㗎，否則呢就會灰飛煙滅啊！咁啊，據了解，警方接報過後全力追查，近期拉咗1個人並作出檢控㗎，案件已經提堂啦。咁啊，法官發出命令禁止公開受害人身份同埋案件細節。咁啊，至於案中同黨同埋幕後主腦，咁啊，警方仍然繼續調查佢哋嘅身份同埋下落。咁啊，據知至少有4個嘅匪徒㗎，分別負責係盜竊同埋勒索啊。
咁啊，其中提到啦，劉家良嘅骨灰咧係存放於兩個嘅骨灰盅當中，分別以紅色同埋黃色布包裹。咁啊，龕位之內亦都放咗佢嘅生平紀念冊。翁靜晶就話啦，龕位亦都存放咗佢喺辦理喪事期間書寫嘅字條啊，內容寫住呢一度係劉家良嘅墓地，係冇值錢嘅物品，只有骨灰，請不用盜走咁話。以上嚟自香港01同埋星島日報嘅報導，咁啊講緊啦係相當令人髮指嘅情況喎。咁啊據報沙田寶福山多個名人嘅骨灰俾人偷走，咁而家已知嘅呢，就係劉家良嘅骨灰被盜走過後呢，對方要求呢係俾巨額嘅贖金，咁啊令邊廂據報呢嗰個嘅背後嘅集團竟然呢有機會又牽涉呢柬埔寨嘅詐騙集團㗎。咁啊，大家知啦，近期尤其是01就跟進緊陳志呢，就喺香港有物業噶嘛。咁陳志呢，就係嗰個嘅柬埔寨集團背後嘅主腦之一真係奇怪啊！咁啊，令邊廂據報呢一個咧偷竊呢一個嘅骨灰嘅集團呢，近日嚟到香港作案噶。咁啊，其實唔係淨係劉家良師傅嘅骨灰被盜走，當中亦都有城中富豪嘅骨灰唔見咗噶。咁啊，暫時未知邊一位遭逢呢件事啊。咁另外咧，有人被捕㗎，案件已經提堂啊。咁啊，法官咧係發出命令，禁止公開受害人嘅身份同埋案件細節㗎。咁啊，睇嚟咧仲要有待進一步嘅調查與資料啊。咁啊，越嚟越多光怪陸離嘅情況啦喺香港發生㗎。今次竟然係有名人嘅骨灰被偷走，咁啊再現勒索㗎，都可以話係相當罕見嘅情況啊。咁啊，另外亦都講講其他消息。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有關基孔肯亞熱格新增本地個案，涉及45歲嘅男患者。咁啊，曉峰園、順德中心同埋葵涌廣場3區1500戶都有感染風險。內文提到，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錄得一宗新增基孔肯亞熱嘅本地個案。咁啊，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表示，涉事嘅45歲男患者居住於青衣嘅曉峰園啦。咁啊喺上環返工，有長期病患。咁啊喺10月30號呢係出現忽冷發熱、手部關節痛等等嘅病徵。11月1號向私家醫生求診。咁啊而家留醫呢瑪嘉烈醫院，情況穩定。中心追查患者過去3個月嘅旅行記錄，並冇出境記錄列為本地個案。歐家榮就話啦，患者並冇到過首宗本地個案嘅居住地點鳳德邨嘅喎。咁啊，潛伏期間曾經到過出現過輸入個案嘅上環順德中心同埋葵涌廣場。咁啊，衛生防護中心會喺患者居住嘅屋苑上環順德中心同埋葵涌廣場3區呢係進行大規模滅蚊啊！咁啊，主動追蹤有冇隱形病人。初步點算啊？受影響呢係有1500戶居民㗎。咁啊，政府係會進行排查。咁啊，衛生署同時咧係會做基因分析，同埋咧對比之前嘅個案，了解感染源頭咁話喎。咁啊，另邊廂咧記者都到過青衣㗎。根據《星島日報》嘅另一則報導，青衣街坊如常咧飯後消遣。咁啊，曉峰園嘅居民就話未擔心㗎，就話新冠都中過啦咁樣話。咁啊，內文提到啦，咁啊，尋晚晚飯時間過後，居民咧陸續返到屋企。亦都有街坊未有擔心，如常喺鄰近嘅寮肚路花園散步消遣。有居民受訪嘅時間，更加話自己新冠都中過啦。咁啊，對基孔肯亞熱不太擔心。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咁啊，據報本地感染再多一宗。咁啊，今次呢人就冇喺呢個嘅鳳德邨出現過嘅喎。咁啊，另外呢，只係到過上環同埋葵涌廣場啦。咁啊，結果呢，而家呢衛生署估計呢多達1500戶呢係有感染嘅風險。咁啊，未知道會唔會出現咗隱形傳播鏈㗎？咁啊，據報呢，署方呢呼籲如果曾經到過呢上環順德中心、葵涌廣場等地方嘅人士呢係有病徵嘅話呢，要盡快求醫同埋通報㗎。有關基孔肯亞熱嘅情況，我哋持續跟進。另外亦都講講本地消息。根據 HK 嘅報導大埔汀角路對開發生山火，多人報警㗎。山頭出現長長嘅火龍喎。內文提到大埔發生山火，咁啊，尋晚11月3號約7點48分，汀角路近影灣園汀角村對開一帶山頭發生山火，附近民眾見狀紛紛報警求助。救援人員趕至，起初發現有2條各長約20米嘅火線。
咁到夜晚9點幾已經蔓延成呢3條各長約45米長嘅火線。消防正動用山草棒同埋背泵等等啦撲救啊。從網民上載嘅照片同埋影片見到山上邊出現長長嘅火龍啊，火光紅紅啊，冒出濃煙，火光照亮附近嘅位置，遠至香港教育大學同埋馬鞍山一帶呢，亦都清晰可見噶。以上嚟自 HK 嘅報導，辛苦消防員啊！據報尋晚大埔又有山火，多人報警噶，山頭出現長長嘅火龍啊！截稿之時呢，消防員正在努力當中。另外亦都講呢個車禍，根據《星島日報》嘅報導，馬鞍山有個70幾歲嘅外公揸車呢係失事分側，同妻女同埋2個嘅外孫呢輕傷噶，5人一齊送院。內文提到，馬鞍山一部私家車喺尋日11月3號晏晝3點幾，沿呢個嘅安俊街往烏溪沙村方向行駛，到雅典居對開嘅時間，懷疑失事。講緊呢，鏟上石壆過後分側。意外當中，車上面5人呢受輕傷清醒噶，被送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治理。分別係負責駕駛嘅70歲姓彭嘅男子，佢嘅68歲姓李嘅妻子，仲有41歲嘅女兒，仲有6歲嘅女外孫、4歲嘅男外孫。目前呢，意外仍在調查當中。另外亦都講個大熱話，根據 HK 嘅報導啊，據報亂過馬路啊，爭啲俾人撞㗎，男子爆粗引口角啊，網友指雙方都有錯喎，就話啦，司機離遠見唔到收油啊。內文提到啦，馬路如虎口，切勿亂過馬路。網上流傳一段車 cam 片段喎，一對男女亂過馬路，站在馬路中央等對面線嘅的士駛過，司機離遠見到嘅時間未有響安警示，差唔多撞到男女嘅時間先至急剎車。男子不滿，爭啲被撞到喎，上前指責司機。司機強調我停唔到啊，我已經踩咗迫力㗎啦咁樣。男子大鬧粗口，就鬧佢阿媽咁樣噶，引起雙方粗口罵戰。影片引嚟熱烈討論喎，網民批評啊亂過馬路嘅男女，就話啦，呢啲人啊好心冇好報，自己亂過馬路已經唔啱，停俾佢行啦，仲要聲大夾惡，即係要撥佢嘅喎。亦都話啦，車都停咗，你仲想點啊？條馬路一定冇車嘅啊！呢個肥哥哥真係好戇居喎。不過亦都有人認為啊，司機有心玩嘢，就話啦，見到有人仲懟到咁近啊，抵俾人鬧㗎。亦都有人話啦，司機應該要預早收慢咁話喎。以上嚟自 HK 嘅報導，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啦？據報首先呢對男女就亂過馬路，亂過馬路在先應該抵鬧嘅喎。不過據報當其時個男子就鬧翻個司機轉頭，不過司機都有啲玩嘢㗎啦。據報冇響安，甚至去到好近先至急剎車啊。相關嘅片段喺網上廣傳㗎，唔知各位網友又點睇呢？不妨留個言傾下偈。另外亦都講呢個政策消息喎，根據HK 嘅報導，講緊兒童搭校巴冇扣安全帶，邊個負責任先？運輸署就話啦，按少年犯條例啊，係可以罰家長去罰錢嘅喎。內文提到啦，運輸署尋日11月3號公佈，由出年2026年1月25號開始，專營巴士、學生服務車輛，即係校巴、貨車同埋特別用途車輛等等，都必須要為乘客嘅座位安裝安全帶。所有乘客坐低就要帶安全帶，違例最高可處罰款5000蚊同埋監禁3個月㗎。當中有運輸署助理處長歐家健，尋日早上喺電台節目就話，學童如果唔帶安全帶，司機同埋保姆係唔需要負法律責任㗎。就話邊個坐落張凳度就要負法律責任。究竟小朋友唔帶安全帶，責任係邊個孭嘅先？運輸署尋日傍晚就表示啦，根據少年犯條例啊，未滿14歲嘅兒童或者14歲至16歲嘅少年人，若果被控犯罪，法庭可以考慮命令嗰個兒童或少年人嘅父母或監護人代俾呢一個嘅罰款。嗰個條例係適用於呢一類嘅學生服務車輛嘅乘客嘅喎。
以上嚟自香港另一個報導，各位家長朋友要留意喎。咁啊講緊咧，如果個學童啊坐校巴冇帶安全帶，又俾人捉到嘅話，會罰邊個先？罰司機係咪呢？唔係。罰保姆係咪呢？唔係，係罰家長喎。因為家長咧係負責看管呢個小朋友，儘管家長到期時咧就唔在場㗎。不過如果咧嗰個嘅小朋友真係冇帶安全帶而俾人捉到嘅話咧，根據條例咧就可以咧令到個家長罰錢㗎。真係奇怪啊！相關嘅助理處長尋日上晝喺電台咧回應嘅時間，睇嚟都未知道呢個答案係點。咁啊到傍晚咧先至再表示係根據少年犯條例，咁啊家長孭飛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不妨留個言一齊傾下偈。咁啊另外亦都講呢個熱話，根據 HK 嘅報導啊，咁啊食客大腎泰式豬手飯，咁啊疑似送大粒嘅老鼠屎。咁啊，經理咁樣回應令到佢更加嬲。網友笑呢個係正宗泰國街頭風味咁話。內文就提到啦，有港男喺 Facebook 上呢就發佈影片，就話喺禾輋商場一間嘅泰國菜食店，咁啊喺泰式豬手飯嘅碟上邊見到有一粒黑色嘅物體，咁啊鏡頭拉近看到疑似係老鼠屎嚟嘅喎，咁啊佢立即向經理反映，就話呢：「你估呢啲係乜嘢嚟啊？」嗱咁樣。咁啊，對方竟然回應可能係唔知邊度跌咗啲污糟嘢落嚟咯咁樣。咁啊，事主認為對方嘅回應離譜，就話呢，於是係要立即起身走人㗎。咁啊，睇過影片嘅網友都留言，就笑言啦，正宗泰國嘅街頭風味，亦都話啦，如果個侍應醒少少呢，幫你撥走佢嘅話呢，就可能好啲。亦都有人認為情況難以接受，就話睇到就一粒啫喎，咁啊唔知背後會唔會更多㗎喎咁樣。以上嚟自 HK 嘅報導，咁啊有啲污糟啦。不過經理嘅回應咧，令到個事主更加嬲，於是寫上網㗎。咁啊網友都笑咁你食泰國嘢咧，就好有泰國街頭風味喎。咁啊唔知各位網友點睇呢？不妨留個言傾下偈。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睇晒廣告嚟支持礦仔嘅老友記啊！呢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我係礦仔，我哋下節短片繼續傾偈。